建行短線攻略 6.8 元關口增持突破還是回調？建設銀行00939近期走勢呈現橫盤整理格局，截至今日4月1日11點25分，最新報 6.85 元，微跌 0.44%， 股價於 6.79 至 6.9 元之間上落，最近3日振幅 4.83%。技術指標顯示 MA10 6.86 元 ，MA20 6.81元，與 MA30 6.77 元，形成多頭排列，移動平均線信號發出買入信號，但 MACD 與保利加通道仍顯示賣出，反映市場尚未形成一致方向。RSI 處於57的中性偏強水平，威廉指標與隨機震盪指標亦呈中性，短線或維持區間波動。關鍵技術位方面 ，6.63 元為首個重要支撐，若失守可能下探 6.43 元，上方阻力則在 7.03 元及 7.23 元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建行股價近期持續在保利加通道中軌附近徘徊，通道寬度收窄，預示可能即將出現突破行情。你認為建行能否在短期內突破7元心理關口，還是會先回調測試 6.6 元支撐？產品回顧顯示，3月27日提及過牛證與認購證表現亮眼，花旗牛證61230兩日大漲 12%， 瑞銀牛證56599亦升 8%。認購證方面，摩利25216與中銀25158分別錄得 24% 及 17% 升幅，反映當證股稍有表現，相關槓桿產品就能帶來可觀回報。你是否也曾在這些產品上獲利，還是錯過了這波反彈機會？對於看好建行突破的投資者，可考慮以下部署。認購證方面，瑞銀25647行使價 7.09 元，槓桿 13.1 倍，引申波幅為市場最低。摩通27677行使價 7.19 元，槓桿 15.1 倍，適合預期較大突破的進取型投資者。牛證選擇上，花旗61230收回價 5.7 元，實際槓桿 6.7 倍，兼具高槓桿與低日價優勢。看淡策略方面，花旗紅證56015收回價 7.4 元，實際槓桿 10.7 倍，日價為同類產品中最低，適合預期股價受制於7元關口的投資者。目前市場上優質建行認沽證選擇較少，反映市場對建行下行空間看法保守。消息面上，建設銀行近日公布2024年業績，淨利潤同比增長 3.2% 至3244億元人民幣，不良貸款率下降至 1.38%， 資本充足率提升至 17.98%， 整體財務狀況穩健。管理層表示將維持穩定股息政策，市場預期股息率約 7.5%。你認為這份業績能否支持股價進一步上行，還是已充分反映在當前股價中？市場對建行後市看法分歧，有投資者認為7元是強阻力，短期難突破，也有觀點認為高息環境下銀行股具防守性。你屬於哪一派？會選擇在現水平部署突破策略，還是等待回調時低吸？你如何看待建行與其他內銀股的相對投資價值？想掌握更多銀行股及高息股的短線操作技巧，立即關注港股窩輪 Jenny， 獲取最新市場分析與槓桿產品部署策略，讓你在每個關鍵時刻都能把握投資機會。